全方位癌症基因分析，簡稱 CGP， 係利用次世代基因排序，簡稱 NGS 嘅技術去到進行腫瘤分析，目標咧係實現個人化嘅治療。CGP 能夠一次過檢測到多達數百個同癌症有關嘅基因，其中包括罕見嘅基因變異同埋藥物相關嘅基因組特徵。隨住醫學界發現癌症同埋基因變異係息息相關之後咧，癌症嘅治療已經從昔日一體適用嘅模式，趨向更精準同埋更個人化嘅治療模式。CGP 作為實現個人化治療嘅基礎，佢嘅好處咧係在於可以針對患者特定嘅腫瘤特徵，匹配相對應嘅治療方案，務求令到治療咧係最大化，同時咧亦都將副作用減到最少。CGP 係適用於實體腫瘤嘅患者，包括晚期未開始接受治療嘅患者，或者係復發或者係轉移而需要尋求其他治療政策嘅癌症病患者。醫生咧係會根據患者嘅情況啦，同埋個 CGP 報告選擇最合適嘅治療方案。CGP 嘅報告提供咗患者獨有嘅基因變異資訊、建議治療選項，同埋咧可能符合資格參加嘅臨床試驗嘅資訊。呢啲資訊咧係有助醫生為到患者咧制定一啲合適嘅治療計劃，同埋可以預測個治療嘅效果。例如咧，最近有一位80幾歲嘅男病人，佢因為個頸部淋巴腫大同埋吞咽有困難，咁啊做咗淋巴活檢咧，發覺咧係一個腺瘤，但係組織病理學咧未能確定佢係肺癌啊，或者係食道癌嘅轉移。咁我哋做咗個 CGP 之後咧，發現咧個腫瘤係有 EGFR 呢個基因嘅熱點突變，同埋咧有 EGFR 嘅擴增，所以知道咧係肺癌嘅轉移啦，同埋佢可以用一啲抗 EGFR 嘅有效標靶藥用嚟治療。組織活檢被視為癌症診斷嘅黃金標準。個優點咧就係靈敏度高啦，同埋準確性都相對較高。不過咧缺點咧就係侵入性亦都較高，同埋檢測嘅時間較長。液態活檢即係抽取一個血液嘅樣本，個優點咧就係侵入性較少，透過咧採集血液裏邊嘅 ctDNA 去到分析個腫瘤。但係個限制咧，就係個 ctDNA 咧會因為患者嘅情況咧而異嘅，並非咧每個個案咧都有足夠嘅 ctDNA 嘅質量咧可以供檢測。